作為嶺南畫派第二代四大名家之一，趙少昂以國畫現代化為目標，將傳統水墨與寫生結合，開創獨特個人風格。佢擅長花鳥、草叢、走獸與山水等題材，並將嶺南畫派推廣到海外，喺國際上享有盛譽。咁我哋每10年咧就會舉行一次紀念展啦。咁今次咧正值即係2025年啦，就係趙少昂咧120週年嘅誕辰啦。咁所以香港文化博物館咧亦都特別設置咗嶺南風範趙少昂誕辰120週年啦。咁就紀念展，咁就用呢個展覽咧去回顧佢一生嘅藝術成就。咁其實除此之外咧，我哋間館咧亦都有一個常設展館嘅，就係趙少昂藝術館啦。定期舉辦趙少昂嘅一啲展覽啦，咁可能係趙少昂弟子嘅展覽啊，或者係趙少昂嘅展覽，或者係趙少昂同其他畫家嘅展覽。展覽除咗展出趙少昂教授捐贈予香港文化博物館嘅代表作外，更首次匯集多家本地文博機構及私人藏家借出嘅重要作品，以及由其家人首度借出嘅珍藏，以多元角度回顧佢嘅藝術歷程，展現佢對20世紀中國繪畫發展嘅影響同成就。我覺得這個呢，這次展覽呢，它是比較系統的、全面的，那個展示了我父親的那個畫作。殘荷、木棉呢啲係我老師最拿手嘅。呢啲好畫同埋啲精品，多數係60年代，佢60零歲嗰個年代寫嘅。佢呢個年代咧，老師寫好多大畫都係我學習嗰時期嗰個時間寫。佢就創作咗咧《花影舞動》呢個作品，咁佢就深受趙少昂嘅一啲花卉重嘅作品所影響啦。咁佢咧特選咗佢一啲經典嘅芭蕾畫。咁咧，我哋特設咗一個4面環嘅有鏡啦，咁令到咧成個空間感都多啲，咁就令到好似成個係沉浸於喺花卉世界咁樣樣，差唔多360度都俾花卉所包圍咁樣一個觀感狀態。咁呢個就係趙少昂嘅座右銘，咁我哋都擺咗喺展場一開始呢度嘅。對於佢畫畫啦或者做人嚟講咧，佢都有曾經提過呢個就係佢座右銘，就係一切皆幻，藝術有真，時乎不再，努力為人。咁佢就覺得其實一切都係虛幻，只有藝術先至係真咁樣樣。他這個，我覺得他還是一生這種為那個藝術在那個努力，還是一心的在那個畫畫，為那個藝術貢獻自己的。又係話，我哋身為畫畫嘅人咧，要多睇、多欣賞他人嘅作品。譬如好似一個畫家咧，即係你喺後邊孭住個袋。咁如果你能夠吸收到其他人嘅長處咧，就係你可以將人哋嘅長處可以擺落自己個籮嗰度，日積月累，咁要增加你自己嘅畫藝嘅成績嚇，同埋咧可以發揮更多嚇嘅技藝嚇。墨色會淡，時光會遠，但趙少昂先生筆下嘅草木風骨，努力為人嘅赤誠，從未走遠。120幅作品係佢對藝術有真嘅踐行，一場展覽係後人對嶺南風範嘅守護。當木棉嘅紅染透展廳，當孩童嘅目光遇見水墨，我哋便明白，真正嘅藝術從來都唔係陳列嘅過往，而係能夠穿越歲月，喺每個當下繼續生長嘅力量。嶺南風範，薪火相傳。